就看你发的那个，我刚刚走人，我这个对面走过来，人家走过来了，在那边有堵车嘛，还是绕过来算了。我们马上到了，好嘞，好嘞。小磊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西点感觉团都吃不开，几点钟就弄了。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先点点赞我。这天特别舒服，好久没有下车了。这两个我们都消失很久了，消失好久。好久没看到吧？你们我去转的是？对啊，我们之前在那个我们跳舞那个地方直播了一次，然后他老是不让直播，就说全部都不让直播。谁？对，就他们那个老师在西藏嘛。为什么不让直播？后面他就不去了，不知道。然后那个杨金兰不能说，说影响不好，后面他就不去了嘛。美女在哪里跑在哪里，你好意思不？我讲不好意思，我有说过你啥女人？美女在哪里跑在哪里。大帅哥，这个罗总哥，没有问题是吧？先介绍一下啊。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这个镜头还是有点近，这换镜头算了，得有2个镜头。没办法，这个灯光线有问题，反光。
哈，哎，你东西里面带，就直接了。没有，今天只是过来。哦，我要试一下那个镜头。哇，厉害厉害！这个你看开始吧，开了防抖，都开了，没开微距。还是不行，还是有200、50、400那个，这个720不行，要远不远？行，看吧，那这个要试一下，这样还是太小了。我这边70端这样子，它那个它还是买50和400，做一段时间还是不行这个。久违了，对，这2个小朋友。杯美酒，杯美酒。追到相机吗？相机。欧姆也到了。啊，欧姆在家里等了好久了。
坐多久去了？坐很久，坐了一会儿都没地方吐。哎，我有吃吧？我这个吃走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感觉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这会儿我把它放在501，我觉得这个好。我的504的还好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用10块的话呢，真的。501跟10块那个画质比这个还好。好嘞，又知道了，马上等一下去票啊。今晚这里直播的人特别少，我好好播一下。很多朋友想看。你看王鑫在直播了，你看王鑫。这个画质始终平常，其实长焦的半夜是也不是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就是，就人很多嘛。F2.8的，F2.8的和那个区别不是很大，晚上区别很大，是吧？以前就直吗？那个，这直接拖了算了。有没出去了？啊，走吧走吧，在后面吗？来了吗？来了。怎么都是那个？那个是杨秀嘛？那个杨秀旁边那个就是我妈车。哦，我怎么说来了？哎，对对。发抖音上发一个吧。在境外中心。汤大西的音乐比较多。汤大西的那个他全部做音乐的。我那边就都已经发了，有推荐都发了，发了我把它拷过来，发一个视频。对，就在那个杨小。今天教大家唱。天气好一点。对啊，最近的嘛，是最近的嘛。这位是谁啊？那个叫张庄，那个叫啥？这个李斯来的，李斯来的。啊，不知道啊，刘伟来的。啊，对吧？对，不知道王鑫这个是。今天我把那个万人国庄那个发了，在这个江南直播，我无意之中遇到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操，他题目时间慢的直播，在直播我就说开幕式我都开的都完了吗？这才开始估计说的哟。后面他网友都说废话那么多，一直讲话，讲那么久，早点结束嘛，是吧？就是后面等没耐心了，最后才12点40才开始。他说1点多一个新闻要延后。哎，开学回了吗？哎，开学不是上海吗？现在赶回来了，应该从机场那边过来，直接过来的吧？那个，好的，开学。他昨天还在上海呢，今天上海吗？连续剧那个。对，白成毅那个，和徐峥那个。应该开学和我们2个那个，他们以前配合的时间比较久嘛，在一起时间很久。我这个网络不行。哎，我还问你在哪儿拍的？没有，我那个手机在直播，我手机在直播就没用那个。啊，吴京也去了嘛？吴京也去了。去了没在？他也过来了吗？开学都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昨天在上海呢。我以为你们都去了，结果前面我们的几个人。
人家没学。长焦有长焦的好处。这个镜头的对焦还可以，就是比老的700的这个提升很多。你好，你是不是直接从机场过来的？没有，不是。我你昨天，昨天回来。重新那个嘛，这种直接把那个它微模式再重新开，它直接连。这样的。对啊，就是重新连嘛，重新连注册一次网络嘛。不知道又来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点赞一下，点赞，3赞都起来。下雨了，刚下雨了。进来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这边在罗马那边跳的那个女的叫啥？没去问啊。谢谢。钱，来一个。谢谢。这个今天走反衣服了。这个翻衣服，我这样看都好。这个老年人，对，他以前那个衣服一直穿，他那个精神很好。哎，他冷热都是穿那件。这是坤哥。这几个人跑到那边去了，这3个。罗马这条不来？啊？罗马。罗马没跳，过的时候没跳的，下雨的吧？现在不晓得，不晓得。那边呢？跳嘛，可能没得人跑那儿去了。我没跳，波罗横街和西面去都没得人，人都没得。那么老师。他一直没得人了，几包里面没得一个人都没得。你赶紧去看了。啊，我这儿过的嘛。我和横街呀。我应该也没得人，也没开，都没开。哎，刚才那么大雨，我还想可能这儿跳不成呢，结果又停了，这边先停上。哎。嗯。这个叫啥？我第一次来，那个。这个穿上装的。晓得，知道的。哎，喇叭了来了，估计也跑回来了。他们从前锋里面过来的吧，应该是。这边西面桥那边是没开，横街景洪大厦也没开，人都没有。然后过的时候，罗马那边也是没人了。这2个小朋友认识谁啊？不认识的。这有小的，那他吗？有1年吗？我也重新连了一下，对，好一下去了，是吧？我不知道。
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点赞一下，我这个有点卡，就为了你。看一下，有卡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把那个焦距短一点，不然的话一直头晕了那个看了。你问他那个叫什么名字？他第一次来吗？这个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吗？第一次看的，就是应该是。好多新面孔。这儿也新来的，在他们罗马那边的以前那边的。他不晓得噻，因为8点半才开始的嘛，那同事。8点半才开始。8点才发视频。哎，他发视频群里面发视频，他们都说要喊过来跑步了。哦，就现喊的。哎，对呀。对呀。
对了，必须准备一个那个稳定器，对啊，就是稳定器嘛。那个稳定器2000块钱，2000块钱。他说我要是拿着我这个稳定器才行。在稳定器上面，稳定器上配个那个支架，啊，稳定器上面配个手机支架就完了。稳定器上再搞个支架嘛。对啊，就10块钱。哎，这个好点的100多的。稳定器不便宜吧？稳定器好点的还是好几千嘛1900多，2000块钱嘛。 2000块钱嘛。哎，2000块钱入门级的，你那个随便够了，随便够了。我这个上面搞个灯光嘛，再搞个灯光嘛。没必要看灯，没必要搞灯。那个灯以后不喜欢。我把 ISO 打到最大嘛，16000。我把那个光圈打到最大。对，这个要镜头好一点，镜头要大光圈，还凑合吧。大光圈2400万像素可以吗？跟像素没关系，还要看 F 好多，F 1.8、2.8那种。F 1.8的嘛。那种要讲究光圈，大光圈。对啊，大光圈好一些。晚上因为都是晚上拍。对，尤其是晚上大光圈。对。开学，这是开学。有点那个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小芝麻？叫什么？你新加入的那个？哪个？这个新加入的。哪个厂子？哪个？这个都拉不完了。拉不完。对啊。他好像是没加入团队嘛，加入了。没有吧？好像没有，有新加那个。阿姆啊，对。3个人包3个人票，还是换镜头，这个镜头不行，这个镜头焦距一点长的光圈太小了，54。没有，他不知道，刚刚出门的时候下多大雨啊，他出得不出来，他知道。本来我也没想要带他呀，下雨。最近8点，先醒到7点多，哎，我开车跟他8点钟走的。我本来想打车的，我7点20就走，就看下雨多了雨。没必要噻，我就算了噻，我就7点半啊，对啊，我就开车噻。8点钟雨停了，自己开车。对啊，我就是开车噻。哎，这个开学回来，他在上海。昨天回来的，他昨天回来的。我想今天10号的，今天10号。那就9号，他算是3号回来。对，今晚的雨很大。
说军队的要重起，能不给解救。强盗说他定能对工作上人长嘛，这上说工作用力在寂寞浪荡有，秘密说催眠用力我遇上我鱼有，家娃说能多用力在寂寞浪荡有，在寂说莫浪说洋洋说大牛呀，强他看定能对工作上人长嘛，这个穿背心的叫朗布娃，朗布娃，在罗马那边也跳的比较多。罗马出那儿的。我一会酒的。有个酒人啊，这是饮料店。时长有点长。全长马长。啊？从头到尾吧。那不就捡死了，那么大，给我带得走了。啊，那就不行。那真的，我骗了钱都不来钱。还有比我一般的，跟你一样。一般的，我一台是他拍4个，赶上不人，还别说你了。你说的是专业。哪里不可能呀？没得了，他说起几个字儿，这还是全到起来的。我把这我要查上嘛，我的意思，你哪能传上去了那么大？把这重启了。那个太猛了，人家全到起老回来全是给我太猛了。啊，这个地方这儿追到了，这儿追到了。它是个那个，这个很方便，很好做，嘎。这个这个是嘛，15斤，30斤左右。帮我一下。大都不够啊，这个应该是全360度左右。还是换镜头，这个镜头不怎么样。汗水直冒吗？感觉是去整造着，累得很了。用三脚架好点，三脚架的话随便跑。出去拿东西都没味儿，没事。这个就独脚架的不放心。
给他们买的。那个他们跳舞的嘛，团队嘛哈。很多女孩子，哦好，女孩子男一人一份。男孩子啊，我跟他们说没关系，你那个好，等一下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你是雍中，哦，雍中啊，给他们喝嘛。好，我跟他们讲一下。谁买的？啊，谢谢，我就说谢谢了。我刚刚还在睡，年纪，我就你等那不走就没好穿了。不要送了，我现在不送了，今天不送了，今天不送了，今天应该送过来了吧？你从旁边给拿过去就是嘛，挨着挨拿就是噻。谢谢了。那谢谢慢一点。好，来喝水啊，喝水。来，到我去，那我去录取，我去同学。啊，我跳，跳了不跳？我跳。他们说我跳，那你们跑你们这个是送花嘛，他们里面不是有多了那个送的钱，我们来选送花的。送花。扎西，喝水了，他们等着啊，等着啊。要喝点喝点啊！好的，好不好？要喝水了啊！谢谢。过来了。你要吗？不要。今天第一天唱，明天肯定就主要是下雨啊，主要下雨嘛，下雨人很多。少人了，人有点少。那是饭局不算了，就不是好。这边都是以前在境外和那个罗马跳的。休息。哎，咱们适合的。来，给我休息。等着，第9错误，随着礼物啊，看一下。
25。真用快叫声，杨秀人，你调不调色啊？这种植出去效果很好了。还有个那个机子直接和拉出来个比较小，基本上直接有控制的原理。其实植出效果也很好了，就是调色也那种，但没得必要调好那种，懒得管。
能耐。我也是错了，错了。怎么调了个 F 到1点8？你帮我弄一下。你开的手动挡的嘛？那自动挡。啊？不知道怎么调。节服务吗？到16000。我的哎，这低支援服务啊，这低 F。哎，为啥？F4就可以。F4就可以。哎，这个我过很近也不是，我很近噻也不是。30分钟就500搞忘了。常坐在那儿，看到没有？常坐在那儿，你就知道。这面是康座，这个是康座。看来罗马没开，罗马没开了跑过来了，还有应该大清的就不知道来不来。啊？不能拍到鸟味，你不好喝就不好不用谢谢，我车上有水，我都没拿，搞忘了。不用谢谢，我就不忘了忘了。你忙过来是吗？看嘛，一会儿嘛，然后，啥不好意思，所以了。我车上也有，搞忘没拿，东西要冲过来了，搞忘了，我拍了8K 30，我是正回去。不管他了，后面他镜头。康佐在罗马那边开嘛。哇塞，我这个才4个小时，5个小时。
去接，乱说。又打个充电器。还是多。哇，温度够高了！哇塞，刚刚1分。看不下得劲，千万不行我就要，哎呀，真感冒啊！你好不好了？不好了，我真把路有些呀，你不开真的穷，查瓦桑子把那呀，把有一送，呀的把有一送。你们上几点来了吗？你们之前给回来了吗？去哪里？你们8点钟就来了吗？我也是9点钟才到的。哦，8点半就到了。后来我们到小区里面把信息我就过来了。本来我也是周围往小区那儿的。同把幺门三把个都的看风，三把个都看风。他们的女生在后边，男生跑这边跑太快了，他跟不上。走了。有一张介绍有了罗正中雄，三处龙体的面比起来都跟着风，比起来都着风，比起来都着风。还要放一道？再放一道吗？还要进球，几点了？9点40，9点40。他们说再调油。对啊，今天晚上开的比较早，比较晚。对。还是长。我也开始去天路了，我刘娟在现在。哦，好。他跟刘娟吃饭，他说你有个确定？我说我来是没看到刘娟。他说他跟刘娟吃饭。我们现在今天过来嘛。都10点多了。肉9点40。
打个招呼来，谢谢，不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实现了吧？我在哪里？这个镜头不怎么样，普通了。这它新来的新出的镜头，怎么放大的呀？怎么把这儿会拿来变焦的嘛？哦，我拉不进。哦，你这个可以啊，你70两百的啊。对，我拉到哦，最近。这是27，你的可以了。可以啊，这个长度你我就拉到最近了。对吧？去追，就是你如果特别的那个可以去，就是用变焦的。你可以基本上中间可以都不用做，不用做。可以直接拉了就可以了。你到那儿转的时候，如果站中间，你说他们越跳越远。对啊，跑到跟前去。所以用变焦镜头噻。捡垃圾。你说哟，那种大光圈效果好。大光圈那个定焦的就只能追着人走，是吧？像35啊，35 1.4啊，50 1.2。就只能追着走。哎，对对对，但是效果呢，它背景虚化了。是。但是像这种场景，当面觉得演唱会那个录跳舞那种，没得必要把背景虚化，基本上每样都看清楚，这种可以。你说大光圈的话，你只有它只把人只看到人，主要主体的那两边是，旁边都是模糊的，没必要。我那个镜头，我之前买了个镜头，我用，因为那个镜头我用了2、3个月，还又买回去了。不是，哎，不用，谢谢。我说，还有没有实景子？把它关掉。你那个镜头很保